冇試過買股票或者加密貨幣，然後輸錢壞？係咪？之後就覺得，唉，我唔識揀股，個市太難估啦，時機唔啱咯。今日我要話你知，你咁諗係錯㗎。9成新手輸錢，唔係因為揀錯股，唔係因為時機差，係因為根本唔知自己喺度做緊咩。3層輸錢根因，輸錢嘅根因有3層，由表面去到核心。第一層係技術問題，揀錯股、入錯時機、用錯指標。好多人以為呢層就係晒全部原因，學多啲技術就夠啦。但係如果只係技術問題，學好咗就應該贏吧？點解學咗咁多仲係輸？第二層先係真正核心，執行問題。明知要止損，但係唔捨得走；明知唔應該追高，但係手就係去追。計劃係咁諗，但係做嘅時候就走樣。你個腦同你隻手唔一致，呢個先係大部分人輸錢嘅真正原因。第三層係系統問題，冇交易系統，冇資金管理，冇記錄，冇復盤，每一單都係即興決定，每次都好似重新開始咁。冇系統嘅人唔係做緊交易，係反覆做緊實驗，但係永遠唔記得上次實驗嘅結果。場景應用示範：阿明買入某隻股票，入場嘅理由係見佢升緊下，冇止損計劃嘅，冇目標位嘅，倉位係買得幾多得幾多。股票跌咗1成，阿明話應該會反彈嘅喎，等等先，跌咗2成，佢話長線持有咯，跌咗4成，佢話唔想止損，而家走就真係輸爆倉啦。最後都係低位，忍唔住割肉離場。問題喺邊度？唔係佢揀錯股，係佢由頭到尾都冇計劃。冇計劃嘅意思係你每一個決定都係喺情緒最高峰嘅時候即場反應。情緒高壓下嘅決定永遠係最差嘅決定。3大錯誤拆解。錯誤1，輸咗就話係運氣差或者市場問題。今次係特殊情況嚟，唔係嗰單新聞嘅話就唔會咁啦啦。永遠向外歸因就永遠唔會改變自己。錯誤2，靠感覺做決定。我覺得佢會升價，個感覺話我知呢隻得㗎。感覺係最唔可靠嘅交易工具。牛市你靠感覺贏錢，熊市你靠感覺輸死。錯誤3，輸咗之後加大注碼想追翻，輸咗1萬，下一單博2萬翻身。賭場邏輯卡嘛，每次加注你嘅心理壓力翻倍，判斷力下降，虧損只會越嚟越快。總結：想贏要先明白輸嘅根因唔係喺市場度，係喺自己度。你需要嘅係一套有紀律嘅交易系統，一套資金管理規則，同埋每次交易之後嘅記錄習慣。唔需要天才，唔需要內幕消息，唔需要每次都估到。你需要嘅係紀律、系統同埋可以重複執行嘅方法。跟住落嚟呢套課程會逐個環節幫你拆解清楚。下一集我哋講清楚交易同投資根本上有咩唔同，你要搞清楚自己到底係做緊邊一樣嘢。